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陳小姐啊。今日同業主有個約會，就係睇佢嘅物業啦。將會推出呢個柏慧豪苑2房戶型嘅單位，佢屬於高層，仲係鳳凰樓添。柏慧有佢自己嘅露台，迎望呢個濕地啦、米埔嘅景觀同埋個海景。屋苑自有呢個會所，生活配套咧，交通非常之方便。樓下仲有個巴士站，2個商場，任你食購物。好啦，唔阻大家一齊睇睇先啦。單位咧實用494尺2房單位，業主8年前咧就買入住噶啦，咁全屋咧亦都執過裝修噶喎。咁客廳連接呢個露台，佢亦都屬於鳳凰樓，佢景觀好靚噶，靚到咧今日咧消失咗啊！因為今日咧係屬於壞天氣，多霧啦，遮住晒成個景觀。咁好天嘅時候咧，就睇到呢個濕地米埔景海，幾壯觀噶其實。咁接着介紹2間房啦，分為咧1間睡房，另一間咧就係衣帽間嚟嘅。咁我哋大家睇睇。咁呢個屬於衣帽間啦，咁景觀亦都同頭先露台一樣。咁裏邊呢個房間都非常之闊落。咁到最後主人房介紹啦，咁主人房咧用咗牆身，用咗白色同藍色為主嘅，咁令到人咧會心情自然會更加舒服。咁嚟個總結啦，咁單位幾時放售，幾時可以睇到樓，多緊貼我嘅影片，到時話你知。下條片見，拜拜。